即嘛工研院甲故宫合作，甲经典艺术的作品结合 AI 的科技，互故宫的作品会使震动，包括把香蕉、甲脆肉白菜，也佮有台北101情院墙顶顶遮个台湾独有的意象，利用 AI 动态形成，互现代艺术展现新的风貌。 红豆船行过淡水河，台湾画家葛北川的作品《淡水关山》，望领仔都活跳起来。接续隔壁故宫的图像，互云海包围。以早清国的雕刻工艺品，柑仔纸船嘛驶我来。过来是李石桥的市场口，民众手泥体的物件放大，搁再放大。 竟然是故宫镇馆之宝，脆肉白菜甲肉香蕉，算是选手招标，画面随变作计雪楼的南瓜引进。后壁面阁101大楼，工研院故宫合作，互近现代艺术品震动起来。近现在台湾的艺术最主要，它锁定在人、时空、空间、建筑以及相关的这一些部分的城市，它整个的一个时代的变化，时空上的一个转变呢，经过 AI 然后转化之后。 那形成一串非常smooth的一个程序。用43件经典的艺术品结合 AI 动态生成，甲超真的显示技术，甲几百画作的笔录和细节定组串联，演绎台湾的历史和当代对话。有趣的，而且核心的有2个部分，一个它就是自动化。 又快速。第二部分，你们有看到这个画面，它非常的精致。我们还用 Super Resolution， 就是一个超解析度的一个技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。外面的一些工具，它生出来的影像是短的，那我们要长达3分钟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影音，事实上是困难的，所以我们要保障一致性、控制性。我们会透过一些动作的一些设计、一些运镜，甚至一些节奏的一些规划，让它可以生成出很可控的一个内容。 未来工研院的 AI 系统嘛规划进一步按内容扩大到整体性的体验点。另外，技术本身因为自动化佮快速的产制流程，会当影视产业应用发展，和画面的表现有更加侪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